講到這幼囝留職停薪的制度，今年初開始會當算工來申請。勞動部上最新的統計，9個月累積數量超過24000筆，而且5月一個月男性申請的比例超過50.3%，是頭一屆超過女性的。勞動部長洪申翰今仔日表示，促進真濟爸爸來幼囝，這是一個真重要的好消息。拜三下晡2點，未少家長帶囡仔到台北市中山親子館耍看繪本，才有全市的家庭主婦有育嬰留停的，也有幾個爸爸因為工作有春秋，引導陣出來陪囡仔。我是自己創業，然後所以工作可以比較彈性一點。公司自己家的，所以沒關係啊。林先生講，進前個太太分別請半年的育嬰假，知影今年1月開始，春秋育嬰留停薪影響日來申請，若需求對稱。根據勞動部統計，9個月春秋育嬰留停，總共申請接近1.2萬人，總申請筆數超過2.4萬筆，佔總數的40.9%。5月一個月男性申辦比重50.3%，第一擺超過女性，總共是男性比重48.4%，女性比重51.6%。這個比例已經達到加向平衡。如果未來我們能夠在性工法跟就保法修法後，把這個一日勤的彈性留停，那變成是育兒假，甚至我們還增加日數，也提高小孩的年齡的時候，我相信還可以再促成更多男性，也就是爸爸的參與。勞動部長洪申翰講，春秋育嬰留停，讓真濟爸爸參加飼養囡仔是真重要的好消息。儘管基金會也指出，囡仔臨時破病有接送需求時陣，讓家長無這麼焦慮，更較濟爸爸來分擔，是真好的現象。參過這位基金會進行調查到暗時，帶囡仔醫院時媽媽來負責。白天哦，媽媽擔任育兒的主要工作佔到60%，但是到了晚上呢，佔到85%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媽媽的就是主要育兒的角色，仍然是目前就是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。儘管基金會指出，也是希望男性應加負擔飼養囡仔工作，對春秋育嬰留停請假甲負責，勞健保轉入轉出薪水的計算，恐驚造成企業行政負擔。勞動機關應該幫助企業解決這方面行政流程，應更較順利。記者綜合報道。